拢以的确会保守看顾咱伫咱的一生的日子。咱第一首要唱的歌是303。303是主我要学乐你，哈。好，刚才有时啊，咱的词有较青，咱会当来念一遍吼。伊遮的歌词是讲：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哈，这有3节歌词哈，啊伊的歌词是拢是学乐你，然后是敬拜，就是敬拜你。好，来，现在咱做来吟。来，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力，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力，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伊，尽心尽力，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圣名。主，我真是听伊，尽心尽力，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力，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圣名。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力，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是咱要对咱的主，咱找到咱人生的喜乐，这是咱一生上大对咱的祝福。所以咱要学乐伊，咱要真实来听伊，咱要真心来服侍伊，就真做咱一生上大的祝福。咱再吟第2首，第2首更较青。他说这首歌，第1首歌是迄种法国的迄种因的调，就是法国人啊。所以咱伫遮第1首是菲律宾，咱当听这个旋律啊，伊是菲律宾的旋律。咱来念一遍伊的歌词哈。万情感谢你，至诚仁爱，你救阮脱离悲伤化解，暂阮无后悔，讨棒行行，欢喜就问你。得心性命，来，咱吟。
愿真感谢你一生忍耐，你叫我脱离异常大爱，算我无后悔，逃亡家乡，欢喜就过你的新生命，为所属退难。我来敬候，做人那变正勇敢心动，三面愿对着这些人生，那欢喜快乐也听会见，永远的生命做你我这。接受你呼召，对最心美，为颂荣耀我百姓乡，归来也起来，能够家乡，高鼓主基督，荣耀信仰，对众心先动。你是我命，我尊重叫做他的家心，今日所渴望和平公义。这首歌伊的歌词介水，特别伫第二节。第一节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对不完全。拢是对介人伫上帝看是咱是罪人，其实咱家己知，咱嘛是罪人，因咱所行的伫人无看见的事是无完全的。可是主伊用伊的听来包容咱，每一个真做基督徒的人，伊的生命伊会改变。伊过去是一个人看起的，可是当过变做基督徒的时，伊反转伊的生命。伊真做这个歌词所写的，伊真做是勇敢的信徒。伊的勇敢，伊的勇气，甚至会当原谅伊的对敌。保罗先生甲因讲，咱听咱的对敌，咱原谅咱的对敌，咱亲像甲火炭甲揢咧伊的头壳顶。上大的困难就是这包容、赦免、甲原谅。咱会当举迄个听的旗，当咱举迄个听的旗，别人就愿意亲近咱。这是上好上好，你一生咱的一生上大的祝福。主祝福咱，伫咱今的敬拜，啊，是种咱的生，拢伫伊的听内底。咱来吟第三首。这首歌伊是韩国的调，是韩国的教会所唱的。伊会写伫主的内面有喜乐，咱就甲伊结连。虽然烦恼有苦楚，亲像尖地插，正是写这字是叫插，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喜乐。后壁第在歌词有一个所在特别讲，大风雨随冲狂，那海涌在破，就是破水，就是迄个海水破入来船内底。踮伫主，咱心内充满伊平安。第三节，伊写讲，虽受黑塞黑中，亲像但以理。踮伫主，咱心中充满活命。当咱有主的时，所有的环境伊会改变，因为主伫咱的心内底，所以咱会当赢过对咱性命的威胁、环境的威胁，咱看到人对咱的攻击，就是咱甲咱的心永远甲上帝、甲咱的主做伙。
伊票咱真正平安，这平安是别人无法度甲咱抢去的，这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你所行出来，你所活出来的是，人会感觉公影，咱的行为甲咱无共款。这是基督徒，因为咱的目睭注视伫主耶稣，伊会改变咱。咱只要甲伊做结连，咱的性命就真做宝贵。伫上帝目睭的宝贵，也过伫人内底的宝贵。所以咱来吟这首韩国的歌，韩国教会的歌，来。伫主内面有喜乐，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虽烦恼苦楚，亲像天地伟阳，愿伫主咱心内，充满欢喜乐。伫主内面有仁爱，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盼望，咱着甲伊结连。大风扬水冲波，那海洋地波，点滴做咱心内，充满伊平安。伫主内面有我命，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乐园，咱着甲伊结连。虽小溪西溪中，亲像大伊哩，点滴做咱心内，充满主我命。这咱就是咱做一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知你一直陪伴我，我有掉达的时，我有跋倒的时，却是你安慰我，互我的空嘴搁得到好，互我有气力爬起来。我知，我做一个认你做主的人，伫这个世界，我检查无得到永稳，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无爱主你。就是我知，这要真侪我永远的祝福，这祝福是真实的，毋是干伫这个地上。伊要带阮到永远的生命内底，因为你确实甲阮讲，当迄时到，真正信靠你的人，要甲你伫永远的快乐。所以，阮伫地面上，阮真是有平安。我们因为你伫阮内底的生命，我能勇敢活出，对人真正的疼。因为你本来就是迄个无穷尽的疼，我分享出去，我毋免惊，我有欠缺。我疼人出于真实，毋是要爱人伊的报赏。我交陪人是要爱伊得到福音，毋是要因为安尼，阮甲伊得到关系。看有主你，互阮确实活出真实基督徒。当世间排斥阮的时，我要学了主，因阮真正活亲像你。
求主你即时降临伫阮中间，着保守阮一内底有向日葵学院的学生，第一生你真侪因的亮灯，有一日伊要弃掉你，完全挖靠你，是毋是？伫中间内底有人要真侪你的器具，真侪宣扬福音的器具，互阮看见，迄个我毋知，我检测比伊做袂到的代志，这拢要出伫你奇妙的意思，因为你是奇妙的上帝，你所做的无人会知。让阮从今日完全交在手中，愿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互阮每一句听进阮心内底，个人行出来、活出来。愿感恩恳求，靠做圣名，阿门。然后一首歌，咱要来吟。这首歌，怎么书捌讲过吼？这首歌是牙买加的，牙买加因的敬拜赞美是非常的热情吼，因一直跳舞一直跳舞啊，所以这首歌是牙买加因的旋律，叫做“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伊伫咱的中间来写字，伊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写字，伊要写出人来关联的话，互咱有得到冲突加失败，咱有胜利加目屎的时，上帝伊的正手拢会伫咱的人生写出来咱的记号，甚至当咱有行歪错的时，上帝伊的正手要甲咱讲，咱应该行的路。有时伊嘛会甲咱责罚，伫咱中间兴起攻击，互咱知咱有足济的嫉妒，有足济贪婪甲怨恨，互咱会当照着即个反省家己，搁一件来去掉伫咱的上帝。总是咱上帝伊有奇妙正手伫咱的一生内底，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的人，咱拢要来经历上帝正手伊的开力，所以咱会当徛起来好无？因为这首歌伊还较有动力的，所以你会当想象迄牙买加人伊咧唱歌其实是咧有咱的节奏才会走出来。来，上帝的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人来关联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有大弯，真容易行歪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传。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攻击前途贪婪怨恨，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担满倒的人，你认得咱的命，对见小中的下，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伊伫破碎肉体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他说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伫。第六来，
主上帝只手，伫咱中间再见，再见主永恒望进来，愿世界真主名，当徛起第三亲，伫主上帝只手只做一体。阿门。啊，这咱请坐。上帝正手，伊要一生甲咱做伙，只要咱无离开伊，虽然咱有时会得到责罚，但上帝伊的教示，因为伊讲，伊亲生的，伊就教示伊。老爸教示囝，是因为伊听伊，伊知为伊好，所以咱得到教示的时，咱感谢上帝，因为伊纪念咱，伊无忘记咱的名，所以咱会当甲咱隔壁人讲，好无？你要用国语的讲，用台语的讲，讲我的一生尽是美好，因为有主耶稣。我的一生拢是好，因为主耶稣。我一生拢是好。无论咱拄着大有好的代志，还是歹的代志，你拢敢肯定讲，我的一生拢是好，因为主甲我做伙。阿门。现在咱今日咱有一首圣诗，咱可能较听，所以咱用这时间来吟圣诗150首。好，有可能咱较无，嘿，这首较听，好，咱先迄个读一遍伊的歌词第一站吼。咱人伫地面上，着学天使模样。欢喜称呼救主耶稣，用新的歌来唱。第二站是福气、关联、富贵，永远甲主相随。哦，功劳矫正极大荣光，这地极完作为。啊，因为咱的信息，那因为有押韵，吼，像咱天比老师因较老一辈拢知影。咱来做事要有押韵，所以迄个水就是水，好，然后呢，来第3节，千千万万天使而乐以大仁爱，因为耶稣替人受苦，天君隆重敬拜。第4，众人应该称呼热心热声而乐。耶稣救咱，担当苦难灾难，以死亲像羊羔。救主耶稣过活，想事救阮越快。这大福音，耶稣施舍，互咱享受无煞。歹势啊，你个写诗啊，歹势啊，写诗啊，好来。耶稣极大功劳，众人拢通我靠，着甲比赛欢喜服侍，敬拜救主耶稣。好，咱请钢琴，带咱弹一件，啊，对头弹一件，啊，咱知。咱人伫地面上，着天使模样，欢迎前后救主耶稣，用新的歌来唱。第3个唱一件来，咱人伫地面上，着天使模样，欢喜前后救主耶稣，新的歌来唱。咱来唱第2节，好来。福气关的罪，永远甲主相随，同乐交成极大荣光，这地极怪作为。咱个念一个来。
何其夸言富贵，言外家出洒水，同那家中的大阳光，在地的大的位。来，咱来演最后一集，好不好？咱该休息。来。耶稣的大功劳，艰难我向我高，标高提升我以后赛，也迈救主耶稣。耶稣的大功劳，艰难我向我高。标高提升我以后赛，也迈救主耶稣。也这咱即时，咱安静咱的心，咱伫咱要煞只敬拜，咱家己献上咱的祈祷，咱会当准备咱的心，愿圣神伫咱的内面来运行，伊要提醒咱。伊要互咱伫今日的敬拜得到大的祝福。接续咱的敬拜，请走到。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但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的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世间情人拢着添钱，天生行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小事，当阮典你相顺，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
咱即时来吟圣诗211首，来学乐咱上帝。圣诗211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应允赐福天下万民。即日信徒恭敬来守，恩典福气充满心神。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甲信徒相见。至关上帝慈悲显明，互我得到以恩造情。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请咱起立，念全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应允赐福。来守，恩典福气充满心神。通欢喜，通欢喜，今日相甲圣徒相见。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互我得到以恩造情。通欢喜。安乐无通相比，今日耶稣对世道我，脚也是实，魔鬼的权，和平人君，永活的主，我命美良，使我完全，通欢喜。甲信徒相见，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互我得到以恩造情。通欢喜，通欢喜，世间安乐无通相比。求主听通，因大无比。无畏前世，甲我徛起，感化我心，回把真理，烦恼苦痛变做欢喜。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甲信徒相见。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互我得到以恩造情。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打到信徒，当日见灯，今世祈祷，敬拜虔诚，愿主赞我，虔诚愿意。甲信徒相见，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互我得到以恩造情。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请咱犹原徛咧，用四道圣经做咱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是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我信性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请坐。这时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37篇。启用文第37篇，无得看如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在饲伊。恁什么人会用看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你讲，着所罗门极其行我的时，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ฮ็伫火炉，上帝予伊穿到安尼，何况恁小信的人？所以无得看路，阮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独独事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阿免。这是过来吟圣诗159首，圣诗159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愿者做你圣殿，你来为赐恩典无限，请来无得言前，请咱坐咧吟全首。
请咱下头做伙来祈祷。主爱天父，我要感谢俄罗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中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带着真实的心来敬拜服侍你。求主，予阮用真实的心、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内心，予阮得到造就甲帮助。全能的天父上帝，阮诚心祈求，伫阮中间身躯劳苦背重担的，心灵软正的，恳求天父你亲自来安慰甲带领，用你大权能减轻肉体甲心情的痛苦，因为你是阮的倚靠，恳求你看顾阮，赐福阮，每日伫你的施恩的国度过平安的日子。施恩的爸，因为你有全能的救赎，因带阮对你敬畏的心，阮透过敬畏，带来上帝的保守甲祝福。因为敬畏耶和华有坚固的倚靠，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水泉。亲爱的主，你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主，你知阮心中时常有惊吓，有软弱。总是主，你知，伫阮的心中依然有一份对你的疼。主耶稣帮助阮，互这份小小的疼，会当伫主耶稣祝福的下面来成长，互伊成做一份丰盛的疼。主耶稣帮助阮，互阮这份疼会当亲像十字架顶的阳光，遐尼尊贵，遐尼受尊重，无保留完全的疼。是阮的主，当阮敬拜时，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互圣神的恩膏，耶稣国外的快乐，十字架顶的阳光，加添这个盛会，互讲的听的平平领受你的祝福。阮的感谢祈求，拢是靠主圣名，阿免。这时，请向日葵学员来献诗。
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跟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主的爱使我们相知相惜，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生命中有良物，不再孤寂。向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跟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跟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跟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跟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接续学乐，请圣歌队。
咱即时来重述上帝话，记载伫诗篇27章第4节。诗篇27章第4节，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幽怨伫伊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咱搁来看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马太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搁来看一位，就是记载伫路加福音。好，以上咱正道生命的祈祷，请庄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做伙聚集做礼拜，阮要为着向这个学院7个毕业的学生来感谢你，感谢你照顾因，帮助因，互因完成这个阶段的功课。阮要为着因的将来来祈祷，求圣神保守，互因一生一世会当求上帝你听因的祈祷。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因享受上帝你的听，帮助因活出因生命的上帝恩慈，用你的能力甲恩典保守照顾。愿你用奇妙美妙的计划来引出因的脚步。今仔日阮众人同心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主求你将即句话刻条伫阮的心内，阮愿意真正照安尼来思想，也将阮的生命来献互你。陪伴即阵囡仔祈祷的时，愿主你爱健康，成就你的祝福，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人拢丰丰富富来得到。阮安尼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的礼拜较特别，因为一年一摆，咱的向日葵学院拢有毕业生。上帝互咱的教会对2003年开始，第一届的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对这个所在毕业。我所伫这个所在，要代表教会，甲7个要毕业的同学，甲恁讲加油。恁伫这个所在成长，教会对恁有一个祝福，希望教会成为你们第2个家，甲喜乐宝院同款，是恁第2个家。恁第1个家就是恁的爸爸妈妈互恁的。但对今仔日开始，恁的学习成长。但这个牧师要送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象征着活出爱，活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这个礼物有一个记号，代表展翅上腾。这是恁的特别毕业礼物。牧师要代表教会，用上帝的话来祝福恁，愿恁伫将来的生命，你们年纪已经够大了。国中毕业那真有一个囡仔，但是已经会当做大人。虽然你们还不熟悉，还不熟练，但是愿上帝帮助恁，互恁的一生会当享受上帝的听。祷告对恁来讲不陌生，因为伫向日葵学院，主任老师会带恁祈祷。喜乐堡医院的蔡牧师，甲遐个伫陪伴你们成长的这老师，他们也教导你们过祷告。但是你们相信祷告吗？
牧师不勉强你们祷告，但是万一有一天你们觉得孤单，有一天觉得力量不够，今天牧师所讲的话，你们或许可以帮助你，在你觉得孤单、力量不够的时，用今天的祷告做你的祷告。就对，你若袂记得，你们可以重新打开 YouTube， 因为今天的礼拜的直播，跟今天礼拜牧师上灵的话，讲解圣经的话，都会一直留在 YouTube 顶管。所以如果你若今仔日听无，等您高中毕业，你们再听一次。如果你若高中毕业还是听不懂，敢每当牧师邀请你大学毕业时，你们再听一次，直到有一天，您懂得牧师今日所甲您讲的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不是牧师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耶稣教牧师的祷告。牧师要将耶稣教我的，牧师也要教给你们，因为这个祷告会当影响您一辈子。这个祷告内底有3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更幸福，这是牧师对你们的祝福。你们的将来要比今天更好。第二个，你们要活出美好。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特别的地方。第三个，你们的生命是可以期待的。你来想讲，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你有真侪学长。他们的生命改变。最近咱食足一苦粿啊，有无？所以安尼甲讲苦粿，我唔知恁爱食苦粿无？迄个苦粿吼，就是恁的学长开铺，唔是家己种的，伊去绑一块田，叫一寡朋友种，所以最近咱向日葵学院，我食真侪苦粿。我说唔是叫恁以后拢甲苦粿送倒来向日葵学院，互恁的学妹学弟食，唔是。因为从这个地方毕业以后，一个这个时候才产生一个感情，因为怀念，因曾经在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牧师祝福你们。牧师搁一概讲，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孤单，心情很糟糕，你们可以这么祷告。这是今仔日牧师专程为恁所讲的圣经里面很宝贵的话。在座兄弟姊妹。恁感觉心情很糟糕，管咱今仔日无论大人囡仔，咱会通对今仔日的圣经得到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学习祷告，相信祷告。所以兄弟、昨天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你若要用这个祈祷，你若要真正足紧甲读了，唔免半分钟。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灵教，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灵亲像伫天灵。5句话3项代志，你会当真紧的读了，这真简单。但是这个真简单的祈祷文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极大无比的影响。愿天父上帝对带咱读圣经。这段话的头前有一个人的祷告，一个的大卫。伊讲我有一个一辈子的祷告，一生的祈祷，有一项事我捌注意。对上帝求，今仔圣经只有2句，一段是诗篇，一段是马太福音第6章。诗篇这段话是3000年前一个中东地区就有智慧、有能力、很尊贵的一个国王，伊的名叫做大卫，大卫王，伊的祈祷，伊讲我有一个一辈子的祷告。所听兄弟姊妹，你敢有一个祈祷？是对你少年到年老，一直陪伴你的祈祷。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每一个人，咱真做一个会晓祈祷的人。这段圣经诗篇17篇第4节，伊讲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求什么？求搁较有价值的代志。恁即摆国中3年级，恁想的代志拢是国中3年级的代志，甚至是国中的这个阶段的事情。但是明天开始毕业了后，你们会从高中，你们会进入大学，有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恁的生命开始会无共款，因为恁会成长，
甲你所接触的这个世界愈来愈宽广，你们的祷告也会不一样。这段圣经咧讲起，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牧师要鼓励恁，甲上帝讨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你会问讲，牧师，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讲，会通互你行出去到外口，人看到你的时，会觉得这个人很棒。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的言语，就是你的品格，就是你今麦所咧表达的人际关系。上帝祝福恁，你们可以成长。大卫伊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伊讲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是一辈子的。请您记得，牧师在今天用这个话语来祝福恁。上帝对恁的祝福是一生的。所听的姊妹，你敢愿意？上帝祝福你一世人。原咱伫今仔日，咱甲即阵囡仔共款，咱一方面为因祈祷，但一方面咱嘛甲上帝讨。主你的稳定，主你的阻碍，主你的阳光是一世人的故。伊个来讲，一树虽有枯气，早晨必欢呼。意思就是讲，过去我可能捌拄着一寡真不足的代志，但是将来我要欢喜幸福。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的过去跟我的将来，我的过去现在是一个让我觉得遗憾，让我觉得孤独，让我觉得羞愧。但是对今仔日开始，我要等待上帝所祝福我的幸福。这就是今仔日这个祈祷的经文的重要。所以牧师要跟恁讲，你们可以这样子祷告。请恁注意听，牧师要跟恁讲如何祷告。所以，亲爱的姊妹，虽然恁教会嘛已经有够久啊，虽然恁若有洗礼的人，恁拢要背主的祈祷文。但主的祈祷文唔是一个形式上宗教的仪式啊，念念的就过去，唔是。主的祈祷文要读入你的心内，将上帝的话放入你的心内，然后这个话要亲像光，带来你生命的力量甲智慧。原来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这是5句话中间的第一句，阮伫天顶的爸。牧师要教你们，当你们抬头，恁的祈祷的时，天上的神上帝要做恁的爸爸。牧师再讲一次，这个上帝是牧师的爸爸，这个上帝也要成为你们灵魂的爸爸。不管你愿意无，伊就是咱每一个人天上的爸爸。我要跟恁讲一个小故事。大概20年前，有一届我伫培灵会，我大概讲类似这方面的圣经。我讲到了后，有一个人走来甲我讲，伊讲牧师，我敢会当甲你讲几句话？牧师上爱伊讲到了，有人来甲伊讲话，因为多数的人拢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人走来甲牧师讲，牧师，我敢会当甲你讲几句话？我当然讲好，然后我听伊叙述伊的生命的过程。伊讲牧师，你甲我讲，阮伫天里的爸，佮甲阮讲爱用安尼祈祷。伊讲牧师，我不同意，我无法度接受。如果上帝若是一个爸爸，那安尼我信袂落去。伊讲对细汉到大汉，我的爸爸是一个无责任的人。我今仔日虽然伫美国，已经真做一个有能力通饲我家己，嘛有一个真好的职业。但是我所有的一切，拢是我真孤单、真努力所打拼、流汗得到的。所以你讲，阮伫天里的爸，我实在无法度沟通，我嘛无法度同意，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从来捌背叛我、无责任的人。所以，兄弟姊妹，重点就是伫这个所在。咱的人生的家庭，无一个家庭是十全十美。咱的父母嘛，毋是十全十美的父母。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拢是听伊的囡仔，虽然因的方法无共款，但是今仔日这个祈祷头一句讲，我按伫天顶的爸，当你看天顶的时，你的心内的期待，这个上帝成做你的帮助。这个祈祷文会改变咱，修补咱以前对父母所得到的，无论是祝福，无论是伤害，甚至会影响将来你们的婚姻哦。牧师今日甲恁讲这句话，这个祷告甚至会影响恁的婚姻，因为唔是所有婚姻家庭拢是幸福的。恁愈大汉了，恁会明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今仔这段圣经要改变恁的家庭，改变恁将来，因为这个老爸，这个上帝要做恁的帮助。求天父上帝赏赐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被爱充满的人生。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遐的姊妹，今仔日咱的礼拜，师会带咱读2节的圣经。是的，庄老师，我有伫咱的族群有写讲，咱的今日经文，因为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是共一段，所以我是互恁做参考，但是我有改掉删掉，但是就无即个所在改不掉，所以师会就想要搁读路加这段话。路加甲马太拢是咧讲起主导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想这段话。这段话是一个改变生命的话。牧师要甲恁讲，毋是今仔日牧师用这2句话要改变恁的生命。牧师不尝试改变恁的生命，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是你们自己。甚至注意听，你是一个足巧的人，你就有主张，但是爱互上帝的话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当然变较好。变较歹，重点伫这个所在。你要变较好，还是要变较歹？你要变较幸福，还是要变较将来恁的生命乱糟糟？牧师今仔日很诚恳甲恁讲的这话，是希望恁，当你们还没有很成熟的时，恁有一个渴慕的心，恁能为着恁的将来祈祷。今仔圣经诗篇27篇讲。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的祷告。今天这个礼拜对你来讲是生命的开始，是一辈子的祷告。求天父上帝改变所有在座这毕业生，愿天父上帝祝福恁，你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上。今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第10节，路加只有1节，但是马太甲伊写做2节。无论是1节、2节拢无要紧，因为圣经一开始并无分章甲节啦。后来是为着要帮助基督徒读圣经的时阵有系统，所以才有分章甲节。伊安尼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声，这是第一项第一个祈祷。天顶的神就是咱的爸爸，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声。第二，愿你的国临到。第三，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生命当中，就亲像伫天堂3项代志，这叫做3个愿望。所听遐的姊妹，这3个愿望代表什么？你敢已经清楚会当解释，互你的囡仔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牧师要教恁一个简单的祈祷，是2000年来的教会内底的祷告。恁有时听师会祈祷，落长，真水。但是伫古老的祈祷中间，有时他们教导基督徒用一句话祷告。恁捌听过牧师甲恁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恁会记无？有一个礼拜牧师甲恁讲 ，Kyrie eleison，Kyrie eleison 就是拉丁文。因为古老的教会，因的祈祷的时阵，因读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所以 Kyrie eleison，Kyrie 就是基督啦 ，Christ。eleison 就是，唔是咱咧台湾话讲 eleison 啦，伊的意思是怜悯我。耶稣啊，求你帮助我，
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耶稣，求你怜悯我。一句话祈祷放伫心内，一直反复，有出声也好，无出声也好，迄拢是祈祷。所以今仔日牧师要将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天灵。这三句话提醒恁，用这句话做恁的祈祷。你念了后，你就安静坐咧，然后用你的心去想，主用这句话来对我讲什么？这就是主导文以最美妙的影响力。当你安静去想这句话，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时，你要深深受到伊的影响。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阮伫天灵的爸，因为你的听改变我甲你的生命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变作具体，咱甲上帝的关系变作亲密，咱甲上帝的关系无搁再是高高在上、足远的。今仔日上帝是坐伫我的身边的爸爸，伊拍拍我的肩膀，伊甲我加油。愿你的名的成的意思就是讲，爸爸，你等下，你的囝将来有成就，要互你有面子，安听有无？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意思就是讲，爸爸，有一日你要因为我，感觉有面子。但是请你注意，上帝无需要咱证明你是一个真教的人，毋是。上帝听咱是无条件，因为咱是伊手上的宝贝。所以当咱咧讲阮伫天灵的爸时，咱开始觉得不孤单，因为有一个看袂到的上帝。他会在你的心里面陪伴你。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放伫恁的生命中间，成做恁三个祝福。这个话要开始伫恁的生命，成做恁的思想，成做恁的态度，成做恁将来7条幸福的路。将来恁人生中间7条幸福的路。因为耶稣所讲的这个祷告文，伊的旁边刚好就是8条路。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祝福放伫恁的生命中间。那安尼，牧师替恁问这个问题：主耶稣，你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听下的姊妹，咱已经朗诵、背诵主导文一世人，有偌恁这时阵。咱捌真正真认真、很深沉的去想，这句话到底什么种的意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叫醒咱，互咱愿意深深去想这个祈祷伊真正的意思。伫这个祈祷的中间有4项代志。第一，这个祈祷会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第二，这个祈祷会帮助咱活出美好。第三，这个祈祷会互咱的生命对乱糟糟、暗淡、黑白变作彩色。第四，这个祈祷会帮助咱，伫咱的一生无共款，因为代表讲，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你相信吗？上帝恩典甲上帝计划是对我少年甲我年老。我敢伫恁的面前读这句圣经，意思就是对我少年到今仔日，这个带我大汉的上帝，伊永远咧带我的路。所以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真正听到这句话，这是陪伴咱一世人、改变咱人生的话。愿咱用这句话做咱的祈祷。牧师讲用一句话祈祷的意思就是。你伫每一日早暗，你若无你的祈祷事的时，你会当用这句话安尼祈祷，安静坐咧，啊，你对心中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然后你安静去想，当你求上帝的名伫你的生命中间。成为被尊重、圣洁、
迄代表什么？所听的姊妹，这就是默想的祷告。教会该称之为神圣祷告，也称之为导读、祷告跟读经、读经跟祷告，用上帝为基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复习，伫恁的将来反复啦，不是反复吼，反复伫你的心内一摆搁一摆。伫你少年的时阵，你所读的感动无共款；伫你的将来年老时，你所读的时候感动嘛无共款。牧师要甲恁介绍一本册，如果今仔日礼拜了后，恁也感觉恁真渴慕要了解主导文，才有一本册是古伦神父所写的。这本册伊真要紧的题目叫做《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当你安尼祈祷的时，你就经验到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恩典。当你开始安尼祈祷的时，你要发现上帝要使用你，真做一个改变社会的人。主听咱的祈祷，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为咱拍开咱的心门。所听兄，这你敢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互上帝的圣神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愿主摇动咱的心，咱无搁再拄久，咱伫主的面前敬虔，咱用敬虔的心、肯定的心，一句搁一句搁一解读，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灵亲就伫天灵。伫地灵亲就伫天灵的意思，就是讲，伫我的人生的中间，甲伫天堂拢共款。上帝你的稳定、关联、荣光、尊贵、平安、喜乐，所有一切，伫天堂中间所应允的一切的幸福，拢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重新来想这四项的祝福。第一，主的祈祷文要改变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要甲上帝的关系，无搁再是一个真严格、真歹，常常亲像警察安尼来监察咱的行为，这做了好无？这做了好无？咱的上帝毋是这种的上帝，咱的上帝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毋是警察来检讨你的行为，安尼尔，伊是亲像一个爸爸，伊咧看你。对你的思想、讲话、行为、品格，你是毋是有活出上帝的祝福？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真正享受甲上帝生命的改变。古伦神父讲，这个改变有3个改变。第一个，咱的上帝不再是在礼拜堂的十字架上，伊对礼拜堂的十字架顶悬落来，无论你坐伫什么所在，这个主耶稣要坐伫你的身边。咱的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神，至权、至圣、至尊。但是咱的上帝，因为咱心中的呼唤，这个上帝要甲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讲，这个上帝要做你的爸爸。如果你若甲拄则我咧讲的这个兄弟，伊甲牧师讲无可能，因为我无可能用阮爸爸的形去想象上帝。就是因为这个人真不幸，伊的人生真孤单、真苦楚，所以咱才需要有上帝来弥补咱的家庭成长过程，迄个无够个完全的，迄个家庭亲密的关系。这个上帝要变做真真实实的上帝。所以听兄弟姊妹，如果你感觉基督教的信仰足好，但是你觉得离你的生命好像很远，这是一个机会，你应该把握用主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主啊，你甲我做亲密，互我真正经验到你伫我生命中间。所以听下这，邀请主耶稣，邀请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来掌管。你的人生，这个上帝要互你的生命叫做活跳跳、
活泼的生命。第二，今仔日个圣经主导文所甲咱讲，当咱尊上帝的名做圣，管你的名做圣的意思，就是以前我黑白讲话，对的也讲，唔对的讲，我的行为我感觉真好笑，但是对今仔日开始，我追求的就是我可以不一样，我决定要无共款，因为上帝是一个尊贵的上帝，伊遐尼水。我会当亲像伊，我要甲这个上帝讲：爸爸，有一日我要使你，我要互你，因为我觉得很骄傲。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若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内底，咱就要无共款。这就是大卫讲：我有一生的祈祷，第一甲上帝讨，就是看见上帝荣光。我若认捌上帝是一个清气上圣洁的、尊贵的，那安尼我的生命就要活出美好。上帝要将一切良善的力量放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尊主的名最圣的人，伊的生命要有8种新的态度，8种新的幸福的道路。也这恁定心对看，今仔日个礼拜了后，牧师要鼓励恁。恁重新甲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3周尔，啊，你若讲牧师稍长，那就读第6章。上好是对马太福音第5章、6章、7章这3周一口气甲读好了。因为伫迄个中间，耶稣讲起幸福的8条路、8个态度，然后伫这3章的中间记载所有伫教会内底咧讲的一个真宝贝的讲道。那叫做讲道文集，也叫做山上宝训。山上宝训，伫迄个中间讲到最基本，就是耶稣的讲道篇啦。恁无机会听耶稣亲嘴所讲的讲道，恁只有听过做牧师的讲道，还其他牧师的讲道。但是山上宝训，伊就是耶稣的讲道。迄个讲道要改变你的生命，嘛要改变你的命运。人的命运对生命态度的改变来开始。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第3项的祈祷，主求你，互我的人生有光明。牧师是开始问恁一个问题：你会感觉你真孤单吗？你会感觉你的生活真无力感吗？你会感觉你的生活乱糟糟吗？这就是愿主的国临到，意思就是迄个有次序的生命，成做我的生命。愿咱伫这段圣经的中间，来邀请上帝伊降临伫咱的中间。恁会记得耶稣要问伊身边的人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恁会记无？天堂在哪里？在天上，没有错，天堂是在天上。但是恁会记得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伊的意思就是讲，虽然高高在上，但这个上帝国也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这，当上帝国天堂伫你的生命中间，取而代之的是啥物？健康、幸福、富足、平安、喜乐，你相信吗？你较无吗？愿咱伫主的面前，亲像今仔日牧师的讲道的主题的上边，伸出你的双手，你甲主祷告，主求你将上帝国的幸福放伫我的手中。阿门。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告。主求你用你的手看伫我的心。当上帝用伊的手看伫咱的心的时，上帝将伊的权能、将伊的稳定、将力量放伫你的心内。你要成做一个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勇气、有愿望的人。主将这个祝福放伫咱的中间，也因为这种的祝福临到伫咱的生命，咱开始要用无共款的态度去面对上帝。
咱要用无共款的智慧的眼光来看咱家己。你要知影，你是一个无共款的人。最后，愿上帝将伊的话来改变你的人生。上帝用伊的话改变咱的命运。有的人一生实在是悲剧人物，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偏偏伫人的斗阵中间，有一群人的内底有几个人，伊的人生结成特别的坎坷。有当然有真侪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伊生活的态度无健康。一个人生活的态度若无健康，咱常常扮演悲剧人物的角色。求天父上帝伫今仔圣经中间帮助咱。另外一个故事叫做辛克，伊有那咧写耶稣，伊讲耶稣伊的祈祷是愿上帝所愿，伊心内所期待的就是互上帝的旨意得成。基督徒咧学耶稣，咱嘛是咧学耶稣的顺服，学耶稣伊的使命感。每一个基督徒要因为咱的顺服来得到快乐，每一个基督徒要因为咱的使命感无共款，叫做卫生，咱的人生产生无共款的价值。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就产生一个问题：上帝的旨意。甲我的心意，我的心意，甲上帝旨意，对一个较重要。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做决定。愿将我的心意交伫上帝手中，互上帝因为伊的旨意，我的生命嘛产生无共款的价值。这就是今仔日祈祷最重要的所在。所以耶稣讲，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兄弟姊妹，这句话大家拢要背。只要你伫教会有一段时间，连主教的囡仔拢要背。但这句话写伫什么所在？这句话写伫马太福音主导文的尾啊。伫主导文到最后了后，伊讲：你唔通亲像外邦人、世俗人。因为因的祈祷甲基督徒的祈祷是无共款的，所以当恁求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上帝旨意得成的时，连恁无祈祷的，我嘛拢袂想述互你。恁倒去读这句话，就算做你无，你唔知你将来要发生啥物代志，你讨无到的，上帝嘛要为你来成就。会写伫马太福音6章33节。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恁相信吗？这个意思就是，上帝要将一份一切美善的力量、一切良善尊贵、活命的快乐，放伫你的生命中。愿咱伫做面前，咱甲上帝讲阿门。主啊，我的心意甲你的旨意，不要本末倒置。事实上，今仔日的教会，有的教会是本末倒置。伊感觉伊咧替天行道，有的教会伊感觉伊咧替上帝热情，替上帝热心。但是伊若安静去思考，有可能只不过就是用伊的意念、人的意志、人的价值，假想伊要交对上帝的旨意。兄弟姊妹。当咱若安静伫主的面前的时，咱要有能力通区分，不会本末倒置。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好好读山上宝训。山上宝训讲到上帝的话，山上宝训讲到基督徒爱做视光地言。山上宝训讲到真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山上宝训讲到基督徒的价值观念，人若赚到全世界。丧失生命有甚物价值？山上宝训讲到，伫世间这条路，通到上帝天堂的所在，是一条真少人行，
迄个门搁真细的一条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主导文用上帝拍开咱的心。兄弟姊妹，咱同心来领受主伫今仔日所予咱的祝福。主啊，你将8种的幸福放伫我的人生。主将8种的幸福8条路赏赐予阮向日葵学院才会毕业的同学。恁有可能无法度同时间行8条路，但是恁伫这8条路的中间，你会当选择一条你最喜欢的一条路。主帮助恁，直到恁一生的路尾，咱同心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做来吟圣诗452首，来应答上帝的听。上帝听痛，太话遐大，欢喜喜乐互我，敬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近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听痛太话也大，欢喜喜乐互我，敬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近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伊的，会保守伊到伊的。耶稣恩典太话也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圣经福音，心会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保守所交予伊的，会保守伊到伊的。相信感动太话也宽，互我真在归心。相信无伊心手感我，可以我心相信。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找到伊的，会保守你到伊的。白行先信三位一体，一生一关一段，尊贵荣光因我无地，无路也无线。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予伊的，会保守伊到伊的。也这请坐，支持准备奉献。
这请坐平安的请总牧师。牧师要邀请咱的向日葵学院的毕业生来讨讲，牧师要送恁一份教会对恁的祝福的礼物，请恁来讨讲。
上帝祝福所有的毕业同学，嘛祝福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哈。上帝祝你每一个人用伊的爱跟他的力量带领你们。咱的教会渐渐要恢复常态所以今仔日开始，咱的教会我们就不再用敞开式的这种的聚会方式所以咱会较舒适，因为咱的灵气就会觉得比较够咱真欢喜，伫咱开始要过常态的生活时詹天碧老师又回到咱中间，跟咱做伙做礼拜咱甲詹天碧老师拍拍手伊是咱中间最年长的长辈但是伊的生命也充满了奇妙伊的妈妈100岁过，伊的妈妈100岁再回天堂伊是一个很传奇的咱中间的一个家庭伊亲手用伊的手抄圣经超过100伊嘛家己即摆开始亲手来写圣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嘛祝福詹天碧詹老师互你每一天拢有上帝充充足足的稳定，甲伊的听堂咱做伙来祈祷。主愿真少年，阮中间的长辈，特别是少年，也袂当倒来到阮中间的尖数姊妹。阮要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保守每一个阮的年长的长辈，互因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稳定、快乐充满伫因的生命中，每一天拢勇勇健康。求天父上帝照顾每一个阮中间年长的兄弟姊妹，无一个人例外。所以你换手伫因的顶面，互因手捧救恩的杯，通荣耀上帝你的名。愿咱恳求祈祷我个所有圣名，阿门。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不好？今仔日生日的人，敢有伫遮？牧师看一下。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牧师为你们祷告。美惠姐。这是我的报告，请咱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本周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市嘛暂停。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陈英宏长老领诗青少市。司琴刘一鸣兄弟、司宪林安女执事以及我本人，招待第3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安尼来读。集体交通第1 6月24向日葵学园18届毕业典礼。今仔日欢迎向日葵学园的同学做伙参加主日的礼拜。请大家做伙代祷甲祝福这毕业生。第2，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完成，顺利来选出总干事甲议长。第1位女性的
总会议长来得到选，请大家做伙为长老教会任命甲宣告来祈祷。第三，主日礼拜后，妇女团契读册会，互上帝空间的分享，欢迎踊跃参加。分享的有姚雅丽、郭依玲、张雅慧、谢桂芬、叶长江等5位姊妹。第四，咱为生日的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如果有出入过界人员来反映。大岛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中华中会50周年的时间祈祷。第三，为总会总干事林丰忠牧师的康复来祈祷。第四，为咱教会身心欠安的兄弟来祈祷。第五，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的祈祷。有升高中民意硕恩义语，以及升大学的迎新迎访甲赐恩。第六，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七，为姊妹教会祈祷，富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和达雅教会。以上报告。请咱来吟上迎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咱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真济，然后咱领受了四命祈祷了，会较知影怎么是做与不做。咱继续来听做与不做。好像没有声音啊，我也不太会唱，所以大家一起帮我唱哦。我的脚与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你们较整个头前呢，帮我唱。都要为耶稣而活，主所写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所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提也不做。副堂的朋友们，请往这边来哦。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脚和我的手，都要为耶稣而活。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耶稣而活。主所行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也不说，不想不提也不说。陈牧师说，因为要合照，所以你们可以慢慢的移动到前面来，照一张照再走回去没关系。主所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提也不做。妇女的朋友们，请慢慢啊移到头前来合照，紧嘞来合照哦。阿姨，你嘛是啦，要翕相，阿梅姐，紧嘞来上来。桂芬老师，雅丽姐要合照。给我信件，依林老师，请到前面来要合照。我要为主而活，主所写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提也不做。好，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回到你的座位，咱的主会即将要开始。接下来有很精彩的依林老师、雅丽姐、童章老师以及雅慧姐哟。谢谢。陈华姐。谢谢。那个雅丽呢？啊，雅丽，来，我看到你，哦，好，然后叫牧师祷告下，好。啊，咱今年的迄个分享哈，给上帝空间，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分享。我们这一本书就是全部拢分享了。啊，咱今日的分享者就是雅丽、依林、那个桂芬老师、琼章，拢总雅慧，雅慧呢，拢总5个，咱即摆较等下，咱拢无挂过走的啊，咱即摆要翕相，就是要做资料，咱即摆开始之前，咱请曾牧师为咱来祈祷，谢谢。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愿你拍开阮的心门，阮将阮的家庭也仰慕你。主，你互阮的姊妹真侪家庭内底拍开门来迎接上帝祝福的要紧的妈妈，要紧的上帝你的女婢。主，你通过今仔日这本的读册会，互阮每一个人
请做阮生命开始，领受上帝你的福音，领受上帝你天顶来的恩典。主你祝福阮的教会，通过因来祝福阮的教会。主也互阮的教会真侪因的祝福，阮互相祝福。阮恭敬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伫你的手中。主你通过因的见证分享，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来，咱请第一个先来亚丽嘛，来亚丽吼，咱来请。顶个见证迄个有啊，真验啦，真验这报迄一张。咱初中在穿插补拍的，戴口罩的都要补拍了，摆个姿势就好。然后，我拢会叫，咱穿插补拍完，第一个就请雅丽报告吼，来真验来先补拍一下。没有轮流。假装在讲。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并不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刚好来教会的，应该是上个礼拜，有一次要来教会的时候，要来教会的路上有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开车开，突然看到一个阿伯，他很老，骑着一个很矮的脚踏车，他是逆向，而且他是走到，他是逆向，而且他是在内线道。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远远就看到一个影子，然后我就说奇怪，这阿伯怎么会在这？车子很多，大家都在闪他，因为怕撞到他。然后我突然就是觉得他这样很危险，然后但是因为车太多，后面有车，我们也是这样顺着过去。但是直到过那加油站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心里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停下？可是后来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你要下去帮他。我就转头，就是过那种加油站就转头，然后突然就红灯，我就一直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红灯？快一点，赶快一点！我担心那个阿伯被撞。然后突然就是在那个时候过绿灯的时候，我过去了，我们就开始追他，因为我变成我是顺向，他是逆向，我变成车道，然后我已经不管20，就不管了，然后我就叫小明玉帮我看，那个阿伯在哪里，他有没有被撞到，然后赶快。来继续讲。不会理我在讲什么，他还是继续要往前，但是我把他拉下来，我一边拉着脚踏车，一边拉着他。那时候我的眼睛就一直看着我车上2个小孩子有没有过来帮我。然后小明玉冲下来，然后我就叫小明玉先把他拦住，但是他还是要一直骑。我跟他说，如果你要骑，你要到顺向，我把你脚踏车给你砍过，哈。伊无，伊讲安尼，我等下要搁过来，足麻烦的，我就安尼继续骑。我讲袂当，你安尼绝对袂当。然后
他还是坚持，我就有一点善意式的恐吓他。我说你安尼恐弄着，安尼警察会甲你抓去警察局。我不知道这样子他会不会害怕，但是他一听到的时候，他突然讲：哦，安尼吼，安尼，无我莫徛这边好。我讲好，安尼你对无？我甲你牵过另外一项，但是他还是搁甲我讲，安尼我无好啊，我搁继续徛。我讲不，你安尼我嘛无互你过，我就一直手把他拉着脚踏车，完全不给他。然后我叫伊坐咧迄中间的分隔岛那边，我说你坐，我甲你铁马牵过，啊，我等下就搁甲你牵过。伊就讲安尼就麻烦嘞，免啦，要把我赶走这样子啊。我坚持不要，我讲。无安尼，你惊麻烦要过来，无你徛咧迄市街啊迄边，就是我们要过来的时候，最旁边有那个摩托车的车道。我甲讲无，你徛这边，啊，你爱徛北线上内底，吼。最后他终于接受我的建议，我的台语全部拢讲出来，我毋知伊听有啊听无。伊就讲安尼哦，安尼好啦，啊，到尾结果他后来他就说，他甲我讲。他可能有一点生气，伊就讲安尼我袂徛铁马啊。我讲啊，啊你铁马要安怎？伊讲无要紧，我用牵的，啊你感觉安尼甲？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一直甲讲你爱细字，你爱看徛这边，一直甲讲，啊伊就可能有一点更小灯生气。伊讲我袂徛铁马啊，我要用牵的。我讲安尼牵的好啊，无要紧，你啊好就好啊吼。然后我们直到我就看着他走完，就是在那一条路在走的时候，我们要转头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不放心，我还是转头一直看着他，他的身影就变得很小，然后我们才很放心的开车过来。其实，在路上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感谢主，让我在今天碰到了他。因为如果我今天没有碰到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被车撞？非常有可能，因为车速很快，他又在内线道，对。然后我也跟我小孩说，我感谢主让我做他仆人，让我今天是因为这个小事情而帮助了这些事情。对，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在这边分享。那我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的是第7章。那在这第7章当中，它的主题是，好，谢谢你。它的主题是在安息日中对上帝专注哈。他在这个章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礼拜，有时候很多人都把它只是当成例行的公事，就好比说你很像在去，就是1到5你去上班，然后星期日，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去教会了。好，他希望说我们不要再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公事来做，然后呢，要我们停止我们在1到6这当中我们所有的烦恼、我们的忧虑、我们所紧张的一些事情，他要我们能够放松，然后是专注的在敬拜上帝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礼拜是为了要让我们停止所有很多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有提出了几种。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做礼拜，除了是敬仰上帝之外，同时也是让我们能够做几种不同的休息。第一种就是心灵上的休息，它让我们能够身心灵能够完全专注的跟上帝做一个契合。第二个也是身体上的休息，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这里享受做礼拜，我们要完全停止我们的身体所做的1到6的这些劳动的工作，要让我们不要再那么的辛苦，他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再来是情绪的休息，因为我们然后他在这里章节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1到6在工作上，在家庭的生活里，我们面临到很多不同的情绪的
喜怒哀乐等等这些，他要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哈，也做身体上的休息，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头脑的休息。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像我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我觉得这几点很重要，尤其是一个第二点哈，就是我作者他在这边提到的一个心灵的休息，这一点是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要特别去做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哈。好，那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分享，那接下来就换下一个。我发现亚丽拄仔讲的是第9章，因为我是第9章。不过第9章是在安息日对上帝专注，嘿对。所以你刚好讲到一半，我来讲另外一半。有一个，对，其实他讲到一个安息。刚刚讲到雅丽姐讲的大部分是休息的部分哈，那我讲到一个，她讲到有一个停止哈，我感觉伊内底有几个停止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要停止工作。重点是他要让我们就是说这一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要停止工作。我觉得有一个第二点，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停止追求绩效和成就。他说：“其实我们常常会从每个人的成就，我本来想讲我下晡要去做工课，我就想讲，其实上帝有时候，我觉得伊底下讲，我们给上帝空间，有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今天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我做了多努力，我多么的努力在工作。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把一些时间给上帝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我嘛咧想讲，我定下拢甲上帝请假吼。”但是我那想无想过把时间献给上帝呢？我每次都只跟他请假，我都没有想过还给他。我就在读这段的时候就想了讲，我觉得我应该要个调整一下。我觉得他那个停止追求绩效和成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就大的提醒哈。然后有一个他后面有讲到停止焦虑、担忧和紧张。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是做欢喜快乐的哈，这一天应该是更多的感恩跟祷告。这个时候把我们的焦虑、跟担忧、跟紧张卸给上帝，然后停止想要当上帝。我们常常都感觉我会使你，我就是会使你。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上帝才是掌权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哈，不是我们自己啦哈。那他后面有一段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讲，其实他讲到的守安息日，也是我较早无想过的是讲，守安息日是要从前一天就开始预备。从礼拜6的晚上，我们就要开始预备我们的心。礼拜6晚上，我们就要开始为礼拜天来做预备。礼拜天早上应该一起来就是不能有什么挂虑，你应该像我有当时透早搁洗衫、搁煮啥、搁看啥，我都感觉讲我定定来拢足赶。可是他是鼓励我们安息日就把这些事情。要提前的去准备好。我最近拢甲囡仔讲超前部署。我讲，因为这句话很夯嘛，可是超前部署就是要我们提前预备好啊。我就想讲，我下次应该要来学习一下超前部署。我要做礼拜前一天，应该把我所有的代志拢做，这样我才能够专心。然后他有提到，其实礼拜天的下午，我们还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读书。或者跟家人有一些的情感的交流，这都是安息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想做一个见证吼。我有一天很久以前我有一天要来做礼拜，我已经打定主意我要来做礼拜，然后做完礼拜之后呢，我要回丰原，所以我把我要回丰原的物件，我还带了兰花，带了什么就放在我的车后面，我就讲要来做礼拜。不过迄天就是无先准备好，所以我出门我要带小孩买的早餐已经超过9点半啦。我心内就想讲，哎呀，这么晚，我搁去已经超过10点啊。无咱今仔甲上帝请假好啊！我来带囡仔等去丰原好啊！我买完早餐，我想我一边开车有点危险，我就停伫路边食早顿。然后食完早顿了，开车的时阵，会很惨案啊！我连线到着那个以前在斗院路上下骹有4四方方的水泥块，那个路灯啊
连线到破2个链，就这样扣落，而且我没有第一个轮胎我没想到，我这2个轮胎都扣落过去之后，然后轮胎车马上吹一边，因为是就那个轮胎是完全破掉，然后我就跟小孩在车上，我们就说。我们今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因为那已经没法都开，而且礼拜天，然后2个轮胎都破掉了，我也没办法换。我说，看来我们今天只能回家。后来我们回到，我们就搬了很重的东西，赶快盆栽什么又拿下车，搁行路登去就热，已经10点嘛。然后我跟小孩我们讲，我们在跟小孩有个感觉说，我们都答应要去做礼拜了，为什么我们要临时去改变这个行程呢？其实既然我们已经跟上帝约定好了，那我们就要去做。那所以我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觉得上帝就恩待我，为什么？因为我伫隔没几天的统一发票的兑奖的时阵，我都得4000块，会当去修理我的链，而且这4000块佫一种特别，迄张统一发票不是我的消费统，我就甲阮先生讲，为什么这个时阵出现在台湾高铁的停车场？因为伊若没有那张发票，我就不知道，佫丢，然后我时间唔对呢，为什么你会出现伫遐？伊就甲我讲，我知道他那天去开会，我有去高铁，我毋过发票时间唔对伊就甲我讲，其实迄天我就是因为已经是他停完车之后，伊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拿了之后就随便拉一张，讲我就像安尼摕起来，我嘛无去注意讲到底是1张发票2张发票，所以他可能拿到了别人不小心遗留在里面的发票，然后又中了4000，我就说上帝虽然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就是让我知道说我真的要遵守跟他的约定，可是他也给我一个够的恩典，可以去修理我的车子。不过我真的觉得安息日很重要。其实我前阵子因为妈妈在生病，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6日我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去陪妈妈？可是后来有一次我有一个感动，说我觉得我应该把更多的焦虑给上帝。我觉得上帝会去保守这一切。我回去陪了妈妈，不代表我妈妈就比较好，但是我可以利用其他的时间去陪她。可是上帝的恩典才是我真的，而且我每次来做礼拜的时候，我才会真正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再去面对我接下来的压力。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平安，然后这次其实是换美秀啊，因为美秀她临时有事情，所以请我帮她做分享。那我帮她分享的章节就是在生活中对上帝的专注。我其实觉得在生活中要对上帝专注，有时候会被生活给磨难掉。其实有时候会很困难，因为就像依琳姐讲，你可能当中要个做家事，要个宽这个宽黑啊，然后又加上工作上交办的事情，整个就是像一个锅子快炸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他这里提到说，家庭跟教会是灵性形成的一个合作伙伴。的确，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教会是第2个家，没有错。很多人可能会在教会很受伤，可是他又是在教会重新站起来。所以，因为曾经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很受伤，可是我们就是打死不走，我们又重新回到教会，就是一直持续教会的生活。那他有提到说，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像我自己，我有时候都会常常自己对话。比如刚跟客户讲话，讲完话之后，他给我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我可能就说：上帝感谢你，谢谢你给我话语，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跟我的客户做一个分享，让我能够建立关系。好，所以我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谢说：上帝感谢你。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去想。是不是上帝在这个生活中，其实他是在对我讲话？就像依琳姐讲，该停止。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肯放过的是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好像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依靠主。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开车很正常，可是你有可能你需要开车的黄金右脚，多的艰苦，我真正拢卡会揪筋。特别是在开车那温差大的时候，我的脚会抽筋，所以你常常有时候看我脚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会因为温差就是无解，我的脚就是会抽筋。有时候我觉得开车很正常啊，可是当你的脚抽筋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开车啊，你的脚就是忍着抽筋。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我可以呼吸，我可以开车，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他也提到说，垂直的那个水平的信仰。因为法利赛人他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说你要尽性爱主你的神你的上帝。那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可能都会处在不同的信仰阶段，所以他有提到说我们要带着耐心跟别的基督徒一直成长。因为像牧师有时候会说，就是我们他会带着我们念说，较早亲像囡仔，过来爱食做大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信仰长不大。因为有时候就是被生活、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会永远像个孩子，一直长不大。所以他有提到说，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是可以跟着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去做成长，从小孩变成大人。那在家庭灵性的一个形成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发觉说，这个孩子可能有问题，可能会去提到他的原生家庭。所以他有提到说，教会如果要帮助孩子，必须要帮助家庭，把家庭视为一个礼拜跟塑造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场所。那也是如此。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有时候顾家己都做困难的，要顾别人，我感觉这个心是做不简单的。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可是当我们进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有教会的伙伴，大家互相帮忙。有时候我常会说，这是户口名簿以外的家人。因为唯有像我们教会的家人，我们才会互相的去扶持。所以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它就是一个灵性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他有提到说，在家庭中属灵的操练，就是他有很多的节庆，比如说像代降节，那或者大家最熟知的圣诞节。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把圣诞节的时间空下来，就是这个时间是不去玩的。因为以往我们很忙，我们都会在下半年度排旅游。通常圣诞节是我们每年一定会去台北去看人家那个圣诞节的一个活动。可是后来我们进入到教会生活之后，我们圣诞节就是参与教会的生活，就是不会出去。然后过年的时候，新年礼拜我们也会留给教会。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公婆也知道，新年礼拜我们去教会，他们去庙里，各走各的，互不相干。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天就是我们是在教会过生活。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节庆，然后或者是唱诗歌，像我们孩子啊，或者是我妹妹的小孩现在刚会走路，他就是看着诗歌这样养大的，所以他只要看到诗歌，他就会开始唱歌跳舞。或者是有时候孩子，有时候我觉得诗歌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一个很强的力量。我当初做爱困的，开车唱歌嘛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精神的提醒。然后再来一起读圣经。然后我觉得我们家三只很好玩，是因为我们家以前没有电视，所以我们没有电视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一张大餐桌上面，我看我的书，然后他们就会学我。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儿童圣经，写注音的，他们就会看他们的。那有一次我就说不能看电视了，后来有电视之后，他们都会疯狂看电视，我都会禁止，要有时间。然后我就说我们来看书，他就会去拿一些像属灵相关的书或者是圣经，他拿一本我拿一本，然后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对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都会跟朋友分享，
再怎么装模作样，也要给孩子看我们有在看书，因为他记忆中会停留，我的爸爸妈妈是坐在餐桌上看书，就像我看我的爸爸永远会坐在那个角落看书。其实孩子是会看着我们成长，所以有时候再怎么忍耐，手机不要滑，就是要给他们看我在看书，所以孩子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坐下来。所以后来我们这2个，他们对看书就是会比较有兴趣，是因为爸爸也会看，我们也会看，然后让他们觉得说，我们会看书，所以相对上读圣经就不是变得很难，然后用圣经来做一个教导，我觉得孩子会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再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就是一起守安息日，因为这个我会让孩子知道是优先顺序，即使你明天要考试还是会来，好，除非你当天是要真的就是有考试不能来，我们就真的不能来，因为一旦我们偷懒习惯了，孩子他以后就会找借口，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每次就是一定来教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刚有提到的做孩子属灵的榜样，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童言童语，如果阿公阿嬷生病，我就会跟他说，上帝最喜欢听小孩的祷告，所以我就带着他一起帮家人祷告，所以我觉得他会渐渐的会愿意开口去帮别人祷告，因为我觉得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我觉得最宝贵就是信仰，因为信仰才会带你走向正确的道路。然后再来就是说一起祷告，全家一起礼拜，然后试着就是去说出感谢的话，因为像我们之前我去接孩子的时候下大雨，阮囡仔是自细汉拢坐车，我就会跟他说，你看你多幸福，你看你同学都要穿雨衣，不是穿雨衣就是不幸福，不是那个意思，我会告诉他，你看我们在下这么大的雨，我们至少有车子可以坐，不要说好跟坏，在下大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避风遮雨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一些都要感谢上帝，因为感谢他让我们有得获财的能力，感谢他让我们可以不用就是风吹雨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会去教孩子学着去感恩，因为我觉得会感恩很重要，因为当你不懂得感恩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那再来的时候，就是鼓励孩子服侍。其实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其实会很排斥上台，那我们就要想尽各种的方法。然后有时候他也会问说：“我们也要啊，又不是只有教小孩。”他说：“对啊。”然后他后来就会比较慢慢能接受，而且我会跟他说：“你看哦，以后你上学之后都要上台报告，你一定会比你同学更早有舞台上的经验。”然后他渐渐的发觉，其实我在台上是可以很轻松的讲话，那是因为我在教会训练，所以他会渐渐的会觉得说，这样的服事是好像是对他有帮助的，对。那我今天大概就是分享到这边，谢谢。其实我很少上台虽然当老师也是对上台很恐惧，就对了，对，所以我为了这个讲话就准备好久。可是我是觉得说这些文章让我觉得很硬，对，因为我们在他写的让我觉得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文章，所以我都觉得很硬。那他最先写的是在工作中对上帝专注，就写一个修道院的修道士，他就是在修道院当厨师，又替那些其他的修道士修皮鞋。虽然他所做的工作都是最微小的，可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他，认为他是过着圣洁的生活，甚至有些信徒呢还要讨教他怎么过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生活，我是觉得说就是爱上帝，那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爱上帝而做的。所以后来他的书信跟他的笔记呢，就被人家写成一本书就操练跟神同在。所以我最喜欢祝福人家的，就是说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很有信心，就不会怕。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
要支取力量的话，就必须要靠神给我们力量。所以神跟我们同在。我每一次对那些毕业生也都会这样写：神跟你们同在。因为这样的话，让大家都有力量，而且呢就不怕，不会恐惧。所以就是我常常想说，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哦，其实最伟大的人是那些清洁工哦。你看那些清洁工，虽然医生、护士都很伟大，可是清洁工就让我很感动哦，因为他必须要处理那些脏的东西，让我们就不会受到病毒的传染。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说在疫情中，我最感激的就是清洁工。那它有3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就是为生存而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赚钱糊口，就是要赚钱才能生活，对不对？可是工作没有分好像贵贱，可是最好的就是不要做坏事，做坏的工作，就好像诈骗集团啦，或者贩毒啦，或者就是做那些在社会新闻常常看到的，就是说虽然你是可以赚一些钱，可是你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这篇文章也写到说，上帝为了要惩罚就是人犯罪以后，所以必须终日劳苦，为了工作，才能从田里得到这个吃。可是这个吃呢，也只能糊口，而且呢，必须要汗流满面就过这一生。所以这个人的工作呢，就是必须要很爱这个工作，然后做得很有幸福感就对了。所以第2个层次是为祝福别人而工作。那为祝福别人而工作呢，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哦，而且很喜欢讲故事。那这个电影里面最让我感动的有一片，你们不一定也看过了，就1989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芭比的盛宴》。因为我很喜欢看人家当厨师哦，煮料理。那这个芭比是一个好像是法国人。可是呢，第2次世界大战就有一个声乐家，法国的声乐家介绍他去丹麦的一个小渔村避难。结果这丹麦的小渔村呢，本来有一个牧师，他有2个女儿。结果这2个女儿呢，一个是音乐很好，一个是很会讲道。可是最后呢，这2个女儿都没有结婚，然后就相依为命。然后他就请了这个芭比做他们的管家。做了管家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幸福哦，因为芭比为他们煮饭，而且为他们就节省很多费用。可是呢，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牧师死了以后，这个村庄好像失去了一个大的支柱，对不对？所以这个渔村里面的人就互相猜忌，然后就3姑6婆，就变成互相仇视，讲别人的坏话。所以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个牧师100岁冥诞，就刚好是100岁，他的女儿要为他做就是冥诞，刚好也那个芭比呢，她去巴黎呢，好像买了彩券，中了5万法郎，所以这个芭比就跟这2个姐妹说，她要做菜，请他们吃饭，请那些好朋友吃饭。结果她做菜之前呢，必须要准备很多，就从外地运来了什么呢？运来就是有烟豚，还有乌龟，还有牛肉，因为他们村庄没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哦。结果必须找好像一个年轻人做他的助手，然后就是在前一天就开始处理这些食材。那处理这些食材以后呢，第2天就冥诞那一天，他就请他们吃饭了。结果很多人都穿得很漂亮到他们家来。那有一个将军就带他太太，还有他们就是互相仇视的那些姐妹或兄弟也来了。然后就开始呢，就坐在餐桌。这个餐桌呢，因为他用法国餐的一个礼节，就必须要先怎样呢？就是先喝餐前酒。然后就有人替他倒3间酒，然后再就是每一餐都很好吃哦，尤其那个什么烟豚就去炸，然后里面把它打开以后，它的好像有那些料理，就好像我们的棺材板我是感觉是像棺材板那样。结果每个人都吃得好高兴好快乐，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食哦。
那其中一个将军就说：“哦，这是他在几年前在法国5星餐厅所吃的，一个民主厨是你的煮的。”后来呢，他们就变得很快乐，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美食聚餐哦，所以大家就一生中恐怕就记得这一餐哦，都变得很快乐，而且变成大家都是好朋友哦，就互相问候，本来是仇人一样互相骂，对不对？结果变成好朋友。最后有餐前就餐中酒，最后有饭后的餐点哦。饭后餐点当然就是有甜点呐，还有咖啡茶这样。后来大家就很愉快的离开了。后来这个将军就跟这个姐妹讲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食，就对了。所以常常这个电影中就拍摄的美食啊，我们只看到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味道。所以有些人就是在研究，如果在这电影中把这个味道也表现出来。那我也看过一片电影，也是很奇特，黑色电影就对了，就是厨师，还有强盗太太的情人。这强盗太太的情人最后被强盗怎样呢？在图书馆里面把那个书啊全部都摘下来，塞在他的喉咙，就把他弄死了。结果这个太太为了要报复哦，所以就请求厨师把他的情人做成一道餐哦。这一道餐呢是把他尸体哦，就是炸了以后，恐怕他也死没有多久了。然后大家就叫几个大力士就扛着那个就是那一道菜就对了。结果他请他的先生跟他部下来吃，结果他就叫他先生就是一定要拿着刀叉，就是吃那个死人的那个肉就对了。可是看起来很漂亮，也是好像很好吃哦，可是就是人肉就对了。那后来这个先生不敢用，可是他就用枪指着他先生，最后他就把他先生射死了。所以这也是外国电影哦，是一种就是黑色电影就对了哦。然后我是说这个巴比的盛宴呢，就除了他祝福他感恩这个牧师的女儿，祝福牧师的名旦之外，而且还让所有村庄的人都得到幸福感哦。所以这个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让人家有幸福的感觉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有些人哦，在这书里面有些人就说沉迷工作以后，他就是为了自己的成功，就利用别人，然后踏上成功之路。可是到最后他也没有用，他就变成失去属灵的自由。所以人哦，必须要常常觉得说，我爱上帝，我服侍人，服侍上帝。那第三个层次是在工作中跟上帝相遇，因为跟上帝相遇以后，你就可以有灵敏的心哦。因为你会看到那些苦难的人做那些苦工，你会就是产生灵敏的心，就是有上帝的心就对了。然后接着上帝也会让你在工作中得到创意的好工作。而且甚至你在上帝的祝福中，你就在职场跟那些同事，有良好的关系。接着你也可以就是更得到丰富的工作意义就对了。所以这个其实我对这本书哦，真的是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觉得很硬就对了，他的书很硬。可是我觉得就前面这几个好朋友讲的都真的很好，因为他们真的很看的就是能够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谢谢哦，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我被分配到最后一章，就是第12章。我又准备投影片，谁要帮我？对，因为为了节省时间，好吗？3分钟我们就把它结束掉。因为呢，谢谢，可以下一页了。为什么这个题目？如果有看这一章的人，第一个他就说，就是马约翰牧师说，明明就在讲自己心灵给上帝空间，怎么会苦难呢？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懂啊，对不对？苦难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吗？哎呀，所以好，这是我看到的亮光。来，谢谢。然后呢，
哎，内容大纲为什么只有2个？总共有5个。好，没问题。出来了啊，所以原来是太慢这样。好，就是这本书这边总共只有6页，它6页呢，我就把它浓缩成5点。好，苦难是什么？为什么有苦难？苦难的作用？那我的选择跟最后就是专注在上帝。好，来，第一个苦难是什么？我把它分成3个，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比较容易体会，就是身体的痛。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就会想说啊，第一个会问，不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病，是问啊为什么在我身上？好，那第2个就是心灵的郁，就像前面有姐妹也在讲到，有很多时候是你那个物主哈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了，我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好，那第3个呢？哎，可能是灵里缺了什么，可是因为对圣灵的感动没有那么深，所以呢只能抱着疑问。好，谢谢。第2个呢，那为什么会有苦难？那苦难呢，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环境，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欲望，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焦点放错位置。好，那这个就不详细说，因为其实我们是妇女团契嘛，每个人都有那种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呢，你随便从体验中想一个，你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苦难为什么降在我身上。好，第3个，来，既然有了苦难，我们也都觉得它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怎么办？苦难的作用是什么？好，其实这个不是我归纳的，这是另外一本书说的。他说，就是为了戳破称心如意的假象。我们可能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都觉得啊，真是一切幸福美满快乐，可是后来可能事情就不是我想象这样子的发生。然后呢，第2个，自恃自足，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努力，我可以用我的意志，我可以用我怎么样来去对付我遇到了这个苦难。那第3个呢，就是自由意志。其实今天如果你有专心听讲道的话，庄牧师今天有讲到自由意志。好，来，接下来，这到底是谁那个的呢？好，因为被那个挡住了，这句话是古伦神父说的。他的书上有说，我们不要去问生病的原因，我们要问的是生病对我来说的意义。如果今天我遭遇了这个病痛，那意义是什么？好，谢谢。下一个，那我能做什么？谢谢。第4个就是我有可能的想法是，我可能会拒绝，我也可能会接受。那我拒绝呢？这个是在马约翰牧师上面说的，我可能会逃避、漠视或否认。那我也可能会接受，可是接受也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觉得说就临到我了嘛，另外一种是说你要怎么办？好，这个呢，如果你今天有听讲到，很专心听，庄牧师也有讲到十架之路。十架之路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记得？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讲说，糟糕，如果我很不喜欢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就常常出现在我生命中，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以后到天堂我还要跟他在一起。那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苦难怎么办？我要不要现在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明明讲苦难，怎么大家笑成这样呢？我也觉得真是的。好，这个是这个牧师是庄牧师的我参加庄牧师的查经班，庄牧师有推荐一个牧师是属灵的导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很贴切。这个跟刚刚桂芬老师讲的有像。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他是一直陪伴我们。对，就是上帝与大家同在。对，好，谢谢。那么就是第4个喽。对不起，第5个，我们现在要怎么样专注在上帝？就是马约翰牧师上面说的十架之路。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读经、祷告跟回应。好，来下一章。至于读经呢，其实大家可能读的经比我还多。那我能想到的跟苦难有关系的，还好。庄牧师上个礼拜的讲道，我有认真写下来。以赛亚书43章，牧师
是牧师在今天的那个周报是写第1节，我看到的是第2节，对，我必与你同在。好，那约翰福音是应该是圣灵降临节之前的讲道，对，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神会胜过世界。跟启示录第3章，这也是上个礼拜庄牧师的讲道。我喜欢的其实是跟有一次读经班结束，跟英红老师一起下楼梯，然后英红老师就有跟我分享说这本书，他在看的时候，他非常感动的是前面在那个序的地方，说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他望着那个十字架，他觉得他看着上帝，上帝看着他。其实这句话在启示录上就是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那也回应今天在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你怎么样看十字架？对，十字架它是会下来，它跟我们在一起。好，谢谢。最后就是刚刚说了，希望大家读经、祷告和读经、祷告跟回应。今天祷告牧师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也一笔带过。这个是毕德森牧师他在这本祷告真谛里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在祷告不是等待上帝出手的那一刻，而是耐心的参与神的动工。对，那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自己有所得到，对，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好，最后的回应也是一句，这就是马约翰牧师在这一章的最后的结尾的那句话，就是其实上帝是把他里面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好，那至于最后的功课，那就是大家自己回去做那个作业了。好，报告到这里，谢谢。